踏正深宵一刻，歡呼跳舞，和同伴鬥快喝醉，歲數寫個問號。祝願你想怎麼生活也安好，充滿自信，有難題會解到。聽朝起身請注意天色有壞有好，鐘擺不改節奏孩童隨年長高，怎麼去用最好的心情過一日，想讓你知道。Oh baby would you stay? I'm counting on your birthday， 自行度過的 Honey Bunny Sunny Day， 多少希冀，我會秘密去悉心的惦記，願無在每刻儲氣。You're perfect in your way， 來迎着各種天氣，沿途遇上的 Honey Bunny Sunny Day，I'll be waiting。
太泄氣，人人好說，當笑着找到眷戀。Oh baby would you stay? I'm counting on your birthday， 曾碰到過的 honey bunny sunny day。我笑你去食心的甜味，願望在每刻儲起。You're perfect in your way，在各種天氣。可是赵总，我希望你找个包装。歡迎嚟到 The Girls Family， 大家睇完個展覽覺得點呢？不如我哋一齊伸展下 Move Your Body， 等你哋一齊感受一下姜家人嘅 energy 啦 ！Let's go！ 3, 2, 1， 舉起隻手啦！飛向左，飛向右，飛向左，飛向右，左。右，左，右，呢個就係揈手燈嘅動作啦。舉起隻手，撥向前，撥向後，撥向前，撥向後，前後，前後，前後，呢個咪就係舉燈牌嘅招牌動作咯。熱好身體咧，今次抬起上臂，跟住轉向左。再轉向右，轉向左，轉向右，左右左右左右，辛苦晒啦！咁就完成搬貨動作啦。搬完啲貨就梗係要開埋箱啦。舉起隻手，向下一拉，開一箱，開兩箱，開一箱，開兩箱，開一箱，開兩箱，全部都係珍貴嘅畫面。美好嘅回憶啊！好，再嚟咯喎！伸出食指，重複按下。突然有啲緊張添，原來係搶飛啊！快啲撳啊！唔怪得知啦，原來係黃牛來襲。右手握拳，向下揮動，左一隻，右一隻。上一隻，下一隻，左一隻，右一隻，上一隻，下一隻，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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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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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黃牛說吧。好，唞下先，今次做個細動作，舉起大拇指，然後撳落去，撳一下，撳兩下，撳一下，撳兩下，撳一下。手機咁樣，最後啦，用手做個 C 字，上下搖下搖下，拖下小姜姜，拖下小桃桃，小姜姜，小桃桃，小姜姜，小桃桃，小姜姜，小桃桃，小桃桃，小姜姜，兩個一齊拖，睇下佢哋幾開心。大家玩得開唔開心呢？我哋好歡迎你成為我哋嘅 Girls Family 嘅一份子，敬請留意我哋今季嘅 The Mini Girl Show。仲有，完咗呢個環節之後呢，仲會有個互動專區，大家記得參觀埋啦。See you， 下次見，拜拜。想揮進這生陪你。
怨氣太泄氣，讓人好笑。